小眾免簽，風景靜，俾人叫做平價馬代嘅富國島，究竟值唔值得去？一定要睇到最尾。首先，最近好多朋友被越南免簽嘅假消息誤導咗，好多人都誤以為，既然富國島對中國遊客實行免簽，即係可以輕鬆飛過去，順便自由行去埋越南其他城市。事實並非咁。請注意，富國島免簽政策只限於個島本身，並唔代表你可以憑呢個政策通行全越南。呢個便利只係喺富國島先有效。如果你仲計劃去峴港、芽莊、胡志明、河內呢啲熱門城市，就一定要提前準備好越南簽證同埋相關嘅文件。如果唔係，你嘅行程好可能會因此而受到限制。出行小貼士：若直玩富國島，可享受30日免簽停留；若想探索越南其他城市，請提前辦理簽證。而家從廣州、成都、上海、昆明等地已經開通咗多條直飛富國島嘅航線，出行越嚟越方便。南哥同你安排行程，一路暢遊，安心到底。